我是郎祖云，欢迎大家收看客家新诗，大家来关心客家的诗。然后注意看哦，嘘，我要表演哦。看起来我是没办法嘞，用哑巴来演奏音乐没有那么简单哦。那台北跟演啊，没有那么多的物资，鼓手还有矿工，那个阿球啊、阿公啊，他们都可以用简单的树叶来演奏一些乐曲。小时候就觉得，哎呦，懂神气哦。奇怪，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起要学呢？呀哈，服务不差嘞，所以身边的像是做给啊、鸭背啊，都随时都可以垂手可得的东西，就变成了他们玩乐的娱乐了。阿 King 鼓，我们的刘星清老师小时候可是吹叶子的个中高手哦。要哈，大家来看一下阿 King 鼓的表演混鸭背。大家好，我是刘兴清，谢青残青为了人，也为透视了。有时候人香港那残独头也真苦，真老嘞，真怪嘞，也唔会了人，唔会杀人。哦，有时候人香港那锣鼓刀也真苦，食饱真好讲古。个讲话个古呢，你都讲个偷白老偷白，还有讲偷白。也有好听的故事，总系你的故事啊，不管人来听来，听到后生人是唔对，基本上是讲本台自家对，本后生人啊，我对讲啊，你偷白攞背人让白人来生饭，今边讲的哈，你看喷树叶，哦，把个喷树叶就是用树叶吹出音乐来。啊，这张画里面啊，你看一个坐在树上，一个站在树下，口里面都含了一片叶子。哦，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一片叶子挂嘴上，吹出声音很嘹亮，各种曲子都能吹，尤其山歌一级棒。哇，那里乡音啊！苦忙苦，做些先实忙，总诶也唔係講唔記得去娛樂嘅嘛，會隨地取材啊。普通誒些山當雜叉仔的阿哥的哈，做些什麼唱山歌啊，見用山歌的大嘴鼓，哎呀，咿阿妹，哎呀，呢個寫阿姐堂都是講。阿哥，哎呦，有伴来亲切，唐多是互相啊，讲话就唔係用讲话了，用你嘅山歌来唱，哦，山歌以外啊，我哋客人有自家會做自家特殊嘅樂器，比如講啦，弦樂通鑼鼓，也是屬於好歌曲的哦，就係山東人啊，冇特色講啦，愛弦呢打鑼鼓啦，就係山東人啊，會噴入喎，哎呀，你非常厲害哦！那所有可能是行人吹到就頂好，個樣板是簡單的嘛，個入咗哈，不管你插入也好，你誒咪個日頭入也好，那都。你还那个做那些哦，而且这当场一头做些啊，脚头他哎呀，点解啊？一小五十秒多个日本人哦，而他们喷出你爱乜嘅山歌，爱乜嘅歌，全部喷得出，佢非常嘅厲害。所以我真佩服你會吹你嘅竹入啊，吹日本嘅人。我未上來學呢，仲係我學馬大哦，我學前腳冇學起，上司那些來，要喊那些睇這個收音來，
通路调起来，现在准备好，你鼓中好来，叮叮咚咚啊！现在爱落去，长沙场，喷家无啥喷家无，个业了变化非常多。你嘛改世界名气，好难来啊！只要喷得出，非常难讲。但是抖音喷哈，个假沙穷啊喷那些。有高相有带相，也无有关系。好难来下个喷那些相好过，好鸟呢也无配着相好带，就是个带叮叮咚咚滴滴叭叭，哎呦，当闹热，当生气，就是行业啊，3万贵3万做些啊，唔会讲唔记得牛肉，因为牛肉呀，所以哈。吃饱呀，冇时间从上过再从上过，为吞血爱的，为吞糖个再吞喷糖个，为喷下不再喷下了，抬这个穷下来，非常的闹热，非常的生气，非常的快乐。今天是讲到你为心目抬这个。公安股哦，原来我们的阿庆股，佢唔会盘压的，佢会盘嘅改呀。哎呀，所以呢，这个树叶啊，吹奏没有这么简单，软嘅压呗，硬嘅压呗，吹出来的曲调哦，跟音质完全都不一样。真的很厉害。其实音乐只要好听，它有一种抚慰的作用，或者是使人愉悦，都是好的。鼓手金贝老太太介绍的就是美丽男中，他们那里的不管是笛子的演奏，或者是合唱团呢，都相当的知名哦。想要听好听的音乐，还是听他们吹笛子好了。算了。来到苗栗嘅南莊，常常在地在廣場上看到按鬧熱嘅發通，唔係單純嘅表演，而係冇看本弱勢嘅南莊青年嚟當作學習費。當然，大家來到南莊，絕對唔會錯過鬧熱嘅桂花香，老濃濃嘅客家味。但係不久以前，為咗南莊嘅氣氛，老桂花香並唔係掠下。按你嘅樣嘅，2001年桂花香以前係做當店前咧冇乜人客嘅，嘅2001年因為進行桂花香嘅空間嘅養草工作，嘅空間養草工作係以南莊愛鄉協進會做主導嘅，嘅牧師佢本身咩係愛鄉協進會嘅成員佢當然當清楚佢嘅歌唱係樣板件嘅，就講。佢樣是協會進行嘅，佢協會呢，最希望講留個桂花香嘅香濃，做得點數都強強烈烈，佢種到嘅花花草草啦，嗰啲嘅規則嘅香土可以來當食、當點心、當搶禮，哎樣嘅，後來就會發生咗變到講當鬧熱，因為有人咩，有人有商機啊，有商機，佢開始一間店面都會開。牧師佢主要佢老五馬咧度，佢可以下開一個那個桂花香工作坊。工作坊家就講，大家一起來，大家共來做啊，你行咧，就快全部主攬啊，做一做桂花香營造，還咪做賣幾家東西啊，還賣幾家特產啊，韓國咧，用幾家營養，佢介紹幾家西方嘅嘢啦。大家唔記得嘅係南莊。唯有廣場巷鬧熱嘅發通，桂花香、老路遊曲，甚至於係前幾年南莊挺有名嘅音樂草香發通，其實都係老13年有關。
佢也就是南莊教會嘅陳以諾牧師。二兩條係佢老南莊愛鄉協進會強下起訴打錯起來嘅。陳牧師所經營嘅南莊教會，就像係一隻無理想嘅教會。佢條公婆娶了位已經當了24年嘅客家何連莎。1988年，將畢業嘅陳以諾牧師老師母本派到南莊，當初還冇按到嘅沙期工作。其實呢一切係從細細嘅兒童木頭班開始嘅。來到這裡以後，發現這裡跟我們的認知差距相當的大，因為實習的教會從來沒有帶過像這樣的教會啦，就是人口大量外移，然後又付了一大堆債哦，那要怎樣在這裡又是一個語言不太通的地方，然後整個文化又不了解哦，但是我們一直都相信神帶我們來到這裡，一定有要我們做的工作啦，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要從哪個地方着手，那想一想，就是比較沒有爭議性，然後對我們來講也沒有語言障礙的，那就是兒童。就想說，那就讓孩子來學一點樂器的東西，而且可以很快讓父母親看到這個成果。那我們就選擇直笛，那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因為那時候整個台灣的教育基礎音樂教育，從小學、中學一直到高中，都在推動直笛，但是沒有直笛老師，那師母有受過這樣的訓練，所以我們這樣一開始剛好一個契機了，就剛好切入。在南莊沒有音樂老師，他們在學校沒有辦法學音樂，不曉得音樂這麼有趣。那就像因為我們在學校受那個奧福的兒童音樂，他用很多遊戲在音樂當中，讓孩子也可以覺得很有趣，然後可以透過很多那個方式來學音樂。牧笛班到今天已經進入第24年，就是我們來多久就是有多久。那時候我們提出這個音樂造鄉，其實不是只有單獨幾個學生而已，我們是真的希望把音樂帶到每個家庭，而且音樂造鄉這個變成一種文化。所以有一次我的牧笛老師來，我要帶他走桂花巷去參觀，他遠遠就聽到，誰在吹牧笛？我說你到處走都可以聽到牧笛聲，就是現在連媽媽都在吹牧笛啊，所以他們到處都可以聽到牧笛的聲音。那我覺得這個音樂，也許以前這個家庭是一個硬邦邦的一個，就是工作生活這樣子，可是現在有音樂融入他們的生活，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啊。好，所以現在從小到大，大家都在吹牧笛。南莊嘅家家夫婦，睇年老些年嚟，獻上一股吹木笛、學音樂嘅風氣。後來有年，做通要求牧師到攀島嘅發通，故所又有嚟讀書會合唱團，甚至組成了南莊愛鄉協進會。南莊教會就變成了大家按部頭氣息交流嘅地方，沙期嘅關係也變得更加緊密了。後來我們就開始把這些家長凝聚，然後成立愛鄉協進會。因為合唱團裡面就有60幾位成員嘛，然後大家成立愛鄉協進會，開始進入，剛好又是一個契機。李登輝總統又在推社區總體營造，那我們又開始踏入這個領域裡面，開始環境工程改造跟老的歷史建築的再造，所以我們又去營造整個桂花巷，
那就做了一个规划项环境工程改造案，做完了玩完了又去玩老邮局，就是历史建筑的再造，然后转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现在在做的比较偏向社区关怀，照顾这些弱势的族群这样。以南庄园的创作讲，牧师在南庄嘿无私的奉献呐，无私的奉献，啊，把时间、把青春哈奉献给南庄的哈，这是令人感佩的。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啊，他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希望青少年、青少年，希望父母、希望老人家都能够有他很好的一种学习活动，这是他的一种心愿吧哈。至于说透过了发通邮嘛哈，所以带进多少教友啊，他不是他的考虑了哈，也不是他能够也不是他要勉强每个人这样做的。感谢是一定有了，因为如果20年前牧师跟张老师他们选择没有来到南庄的话，我想南庄今天不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出来，然后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改变。我们在带儿童活动的时候，常常去担心一个事情，就是有些孩子宁愿在街上闲晃，或是干嘛，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到教会来。那其实透过他们来到这边，然后开设牧笛班呢，让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个很健康的成长环境，能够来这边长大，然后跟学习这样子。为南庄社区哦，其实没有那么伟大，真的没有啊。我们只是说我在教会能够为主做什么事啦，真的，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能，特别我在音乐这方面，我可以做什么服事。那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小小的牧笛班，然后慢慢的到成人，好像合唱团啊，还有爱乡协进会，那整个就扩展出去到社区。我觉得这个是神一步一步带，他不是让我们一次就全部就好像全部都按部就班，没有我觉得是一步一脚印我觉得现在我们最要传达的就是真的把爱传下去啦，就是这样子，还是继续努力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南庄应该，如果讲到曾美丽、陈英俊都应该认识，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别名了。像他给他想看呢，如果我们成长的环境是在一个充满了音乐的环境，那是一件多么优雅而且美好的世界。是的，南庄乡就有这样的特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的曲子是由南庄的牧笛乐团老妈妈合唱团跟他合作的。亚述国听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懂简单，但是我们要真的非常的感谢牧师陈以诺夫妇打造了一个南庄乡的音乐学习的环境，这使得南庄乡现在有了像天使一样的歌声跟音乐环境。然后就唱太嘎跟他来谈亚述松祖的高斯。亚述国你堂弟以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既优美，而且又能够放松心情，把你所有的烦恼从心里面都赶出来，感觉非常非常的平静。亚述国他的创作人就是我们哈嘎森欧团的指挥，也是陈建中老师。要他唱你几嘎来介绍一下亚述国老师好。你好。这首曲子真的让人听了觉得心情变得好好，而觉得好平静，一切都可以依靠上主的感觉。是。那想要请教老师一下，亚述国他的词跟曲，您在设计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色？好，上帝的话是可以做我们的生活的座右铭，是可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就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从小
就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的话，那我们这个人生就不会走歪啊，这个不会走偏。所以呢，我就写的这个风格是比较接近这个像童谣、儿歌一样的，是大家都可以很快的就学得会。那旋律呢，还是有中国味道。对，虽然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它就是好好听哦。谢谢。然后当然在唱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好像包括团员的唱的编排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好，因为是很短的曲子嘛，那你一下子就唱完了哈，所以呢，我在录音的时候，就是把它做了一些变化。一开始呢，先有一位姐妹啊独唱，Samuel显唱，Samuel显唱台就大家一起唱了，大家一起唱完以后呢，还是很短了，所以呢就把它转调，就移高一度，再唱一遍啊，所以你就感觉到这个曲子不会很短，总共唱了3遍嘛，那配器上也是做了一些变化，里面用因为这个曲子很单纯嘛，哈，所以就不要太复杂。大家可以听到，就是有钢琴、有笛子、有小提琴，尤其是在里面穿插的那个笛子的声音，感觉就特别的悠扬，更能抚平人心的烦恼，而且要让我们记住，像行商讲的，我记得你心底度有上帝说的话。我们在很多道路上碰到挫折或是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了。故事请大家听下来好，听下来谈。松竹跟高斯在陈老师巧妙的编曲之下，弹起来真的是轻松又快乐，是不是您有相同的感觉呢？不过你的配乐呗，也是来听呢，还是呢用嘴巴来唱歌？不同的时期，音乐都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心情听起来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希望所有的朋友，你在聆听这些好听的圣乐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心里面那片美妙的净土，以及呢，聆听好听的音乐。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客家心思，下礼拜大家共下來關心客家嘅事，拜拜。